歡迎大家返嚟 AMWG。咁呢1-2年咧，全球嘅經濟環境咧都唔係太好啊，引申到好多各大小品牌嘅手錶咧喺推出手錶方面咧都比較保守，特別係手錶嘅 size 啦，都唔敢做到太大或者太細啦。多數各大小嘅牌子而家推出嘅手錶咧嘅大小都係圍繞住40mm 左右。但係反而帝舵咧，今年係2025年咧就反其道而行啊，推出一隻43mm 嘅手錶，而且係用鈦金屬製成。除此之外咧，仲做到深潛1000米啊，亦都係帝舵喺現時所有手錶旗下系列入邊咧防水得最深嘅一隻啦。佢就係今年推出嘅 Pelagos Ultra。講翻帝舵開始推出 Pelagos 呢一個系列咧，係2012年啊，當時係同 Black Bay 呢一個系列咧同一時間推出嘅。Pelagos 呢一個系列嘅手錶咧，佢嘅定位咧係做一個專業嘅潛水手錶。既然係帶得去潛水嘅手錶嘅錶身咧，一定係輕巧為主啦。咁所以所有嘅 Pelagos 款咧都係用咗鈦金屬㗎。當時第一款推出嘅 Pelagos 咧已經有呢個自動排氦氣嘅功能啦，就係 HEV 系統。鈦金屬嘅啞式機身啦，當時嗰隻錶咧係擁有500米嘅防水功能嘅。當時用嘅機芯係 ETA 機芯嚟嘅，咁因為當時未有自家嘅機芯啦。但係喺2015年打後咧，佢哋已經用上咗自己製嘅自家機芯啦。頭先都講咗啦，呢一隻 Pelagos Ultra 咧，佢嘅直徑咧係43mm嘅，而佢嘅厚度咧係14.5mm。錶耳嘅生耳位，即係我哋所講嘅甩位啦，就係22mm嘅。而喺9點鐘嘅位置咧，都有翻呢一個自動嘅排氣口啊。呢一隻手錶雖然顯示到話可以潛水落到去水深1000米啦，其實並唔止1000米嘅。因為根據呢個潛水錶國際標準 ISO 6425嘅規定，實際測試潛水嘅深度同埋顯示嘅深度咧，係要多出佢顯示嘅深度25% 嘅。換句話嚟講咧，呢一隻手錶嘅潛水咧可以去到1250米嘅。呢一隻 Ultra 嘅錶面咧，特別之處咧就係錶面上面有一個綠松石顏色嘅字樣啦，就寫住 Pelagos。仲有一個細緻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嘅用針嘅夜光顏色啦。咁時針同埋秒針咧係用咗藍色嘅夜光，但係分針咧係用咗綠色嘅夜光嘅。而今次錶帶上面錶球位置嘅 T-fit 位咧，更有一個綠松石嘅顏色顯示。功能其實應該就唔多大噶啦，但係美觀上面咧就增加咗一點嘅色彩啦。而機芯方面咧，要用翻 MT 嘅5612啦，係帝舵嘅自家機芯。唔講你唔知啊，呢一個機芯咧由研發到而家咧已經有10年噶啦，即係話帝舵咧已經用咗呢一個機芯10年啦，亦都係有呢個天文台認證同埋 Matus 認證嘅機芯嚟嘅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哋唔多講 Matus 啦，因為 Matus 咧我哋之前嘅 video 咧已經解釋咗噶啦。其實呢一隻手錶嘅性價比咧係極高嘅。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同樣嘅材質啦，或者相似嘅機芯，做到呢個潛水嘅深度嚟講咧，喺出面嘅其他牌子咧，分分鐘係高過呢一隻帝舵嘅幾倍嘅。所以喺帝舵今年推出嘅手錶嚟講咧，呢一隻我係比較特別中意嘅，而且性價比我覺得係非常之高，係一隻值得購買嘅手錶嚟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喺呢度介紹住咁多先啦，下一次我哋再同大家介紹其他嘅帝舵款式。記得 join 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。